宜兰的南洋溪这几天这风杯沙是真严重，所以一寡土沙粉也是吹入去到徛过到车内。有民众都来怀疑讲，这就是因为溪林咧做工程，佮加上天气真干燥，唔才会安尼生。也那河川署是来回应讲，其实这个风杯沙甲工程是无直接的关系，会先泉水来减少营业。风是透假，溪埔顶悬的风杯沙是一直架起来，甚至入侵主题区，民众的车甲厝规个拢营业，感觉真困扰。来土粉。流水讲洗涂骹，民众讲逐工拢会安尼洗2摆，拄着也真无奈，还佫有人会伫车顶悬写字。加减啦，加减拢有影响，因为会造成就是视线不良嘛。看法度改善也无上好啦，因为伊这当时前啊伫踩沙嘛安尼啦，即马伫踩沙嘛。宜兰县南洋溪最近因为风杯沙，地处宜山甲三星，营业的情形真严重。民众怀疑是溪埔的工程，也佮最近天气打扫有关系。第一河川署表示，南洋溪目前所做的工程，只要有风杯沙，就要求停工，所以营业甲工程并无直接的关系。不过洒水就是一时之间的那个防治哈，那算是有效了哈，但是还是期待说后续能够我们那个植物的能够赶快生长回来。河川署表示，因为凯美风台过了后，带来大量的土粉，嵌伫南洋溪的溪埔顶悬，才会地处后续风杯沙的情形才严重。最近已经伫溪埔升夜水，希望会当降低风杯沙的量，后续再搁看情形，伫溪埔顶悬种树丛，希望会当彻底解决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